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今天很高兴来继续为各位介绍一个题目，叫做“远离嫉妒”。远离嫉妒。有一位兄弟啊，一个叫梁林，一个叫梁碧，这一对双胞胎的兄弟。那么他在家中呢，备受到这个长辈的宠爱。由于父亲呢，就从事这种推拿工作，两人呢也就耳濡目染的就学起来了。常常有事没事嘛，就互相推拿了，父亲呢看在眼里面呢，非常高兴，很开心。那么梁爸爸呢，眼见着年事已高有心要将事业那么交给这一对宝贝嘛，就在孩子过了16岁生日的时候，那么说出他老人家的心愿，他就提到了，爸爸年纪已经大了体力也渐渐不行常常腰酸背痛的，你们能不能每天呢，晚上就帮我推拿？好。那么一方面呢，也借这个机会可以实习。孩子听了以后就欢喜接受了。那么起初呢，这兄弟两个呢都非常高兴，就推拿起来了。那么哥哥呢，推拿父亲身体的右边，弟弟呢就推拿左边。那么父亲呢也都会适时的赞美他们，不好的地方也给予他们指导。那么1个月以后这个哥哥呢，梁林呢，因为个性比较急，难免力道比较不均匀，父亲呢就练他几句了。而弟弟呢，梁碧比较有耐性，也肯学，便常常得到夸奖。哥哥听在心里面呢，很不是滋味。加上因为嫉妒心非常强，便决定一定要报复。有一天，当他在帮爸爸推拿的时候故意趁这个弟弟不注意，将父亲的左脚把它抬高，打断了。一面就说，看你以后还能不能受到赞美。可怜这个梁爸爸呢，从此就坐上轮椅，每天呢就有梁碧呢请妈妈给他推到医院去治疗了。兄弟两个最后也反目成仇了。嫉妒这个恶魔就像一团烈火一样，能够燃烧亲情，友谊，毁灭了梦想。必须一定要用慈悲、用爱来化解。如果你是一个耐不住别人对你赞耀的人，应该要学习身旁的人受到荣耀的时候，你要感到要与有荣焉这是值得赞叹、欢喜的事情。要给予赞美，这在我们佛法上面叫做随喜赞叹功德啦。这样别人的功德，你也一样有同样的功德利益。所以如此不但显现出你这种宽宏大量的气度，也能够远离嫉妒的恼害烦恼跟伤害。如此就真的是一举数得了。所以我们有嫉妒心强的人容易结怨，我们应该要慢慢把它去除掉大家和好相处，欢喜大家赞叹鼓励，那么人世间就一团和谐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